2025年9月20號，香港關愛會已經係第3次探訪呢間護老中心啦。今次我哋招募到30位熱心嘅員工，仲有家長帶埋小朋友準時嚟到集合，每個人都好期待將愛同埋關懷送俾啲老友記。一開始由 Raymond Sir 帶領所有嘅員工，教我哋要帶住一顆感恩嘅心，陪伴各位長者度過一個快樂嘅時光。當會長向所有嘅長者致辭，送上祝福嘅之後，關愛會委員 Mitchell 同埋資深嘅員工阿 Ring 就正式為今次嘅活動展開序幕。而且 Charis 帶領長者唱《舊歡如夢》嘅時候，全場氣氛真係非常澎湃啊！所有嘅老友記都跟住一齊唱，一齊拍手，個個都手舞足動，好似諗翻好多嘅開心往事。喺估動作大電視同埋巧巧手搣大彩紙嘅遊戲裏邊，仲可以訓練到手腦協調添。仲有傳公仔同講鄉下話嘅環節，啲老友記教我哋講佢嘅鄉下話，個場面真係好搞笑啊！又歡樂又溫馨。最後各位員工同小朋友將禮物派俾所有嘅長者。咁我哋帶愛俾咁多嘅公公婆婆咯。我哋一齊唱關愛會嘅會歌，讓愛傳出去。裏面每一句歌詞都係我哋對所有生命衷心嘅祝福。呢張大合照見證我哋每一位用愛心為香港嘅長者創造美好嘅回憶。我衷心祝福所有老友記健康長壽，安享晚年。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打香港關愛會揾到我哋嘅專頁，你就可以睇到嚟緊我哋有啲咩服務同埋活動噶啦。如果你都想為自己人生開創充滿愛嘅一頁，歡迎你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同埋分享。有你嘅支持係令到我哋更加有正能量，繼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